吃。太大刀给压到，知道呀？太大就打不得呢。好，二十。做那这加多大？加多少？大概这个上面，上面。我等一下什么？进去是吧？这打底下是这个。后面有什么？这把这个很专业。再一打火，到这边，你们这看听了我喽，你们这带过一路把门带过好的，一，这哪儿用不上，哪里？来，我搞个机器喽。哦，这里吗？来打，那边，来。来了。哦。哎，机器这。哦。那就展业了喽。哦。我关没展业走。我讲我来这一种开庭了。我好把这打地下去，哦，别打牛。哦，我这边头，我打开我这边拿的进来了。地下盖怎么了？我。这边东西弄进了。